有钱就是王道，其他都是广告。狗和狗见面，不是闻就是舔；人和人见面，不是骗就是演。黄泉路上全是鬼，足疗店里全是腿。说着人话骗着鬼，说着鬼话摸着腿。姑娘一句穿不暖，哥哥连夜办贷款，贷款还了好几年，你俩还是没有缘。一怒冲冠为红颜，红颜眼里只有钱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没钱就是推磨鬼，不问年龄，不问出处，小手1000，转账3000，转账一停，爱情归零，姑娘一哭，游戏结束。所以白头并非情可替，牵手还需人民币，一切关系都存在利益，利益到位，陌生人就是朋友，利益消失，朋友也会变成陌生人。兄弟，今天你要学不会72变，将来如何挺过81难。